頌缽嘅身份真係百變啊！由一開始嘅食具變成法器，跟住消失喺歷史當中，再次出現嘅時候，竟然係醫療工具。由食具到法器消失咗喺歷史當中，再次出現嘅時候，係一個醫療工具嘅身份。原因係大概300年前有一個新興嘅職業叫赤腳醫生，喺尼泊爾咧，佢哋去醫啦，去幫人醫病啦。原因其實就係因為本身一個比較窮困嘅地方咧，佢唔係太多有效嘅醫療方法。咁啊，有啲人咧可能巧合之下咧，用一啲方法幫人醫病，再加埋可能靈性或者一啲宗教性嘅手法加埋一齊咧，就去幫人做到一個醫病嘅專業，就係赤腳醫生。其實我哋又稱係薩滿巫醫村醫呢啲咁樣嘅角色。咁喺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就發現咗佢哋嘅醫療方法、醫療手法比較單一。咁有咩方法咧？當其時嘅赤腳醫生請教咗釋迦族嘅一個朋友啦，其實即係佛陀家族嘅一個後人。當年佛教未俾人滅佛之前咧，其實佢哋係幫手製造頌缽嘅。咁佢就向赤腳醫生去介紹啦。呢個工具當年咧係佛教徒或者係啲苦修者咧，佢哋透過呢一個工具咧去達到可能一個靜心修行嘅用途，甚至乎可能可以幫人平靜落嚟。呢個聲音非常之特別，你可以試一試喎。哇！赤腳醫生聽到呢個聲咧，就知道執到寶啦，所以咧就用咗頌缽嘅聲音喺佢嘅醫療手法當中，而慢慢佢亦發現咧呢個震動咧係好有效去幫人哋平復身體上嘅痛症，所以咧將聲音震動嘅手法咧由嗰陣時開始咧慢慢用缽嘅形式去應用喺醫療方面，所以再次出現嘅時候走入去歷史大舞台之前咧，佢嘅身份就係醫療工具啦。仲想知多啲關於頌缽嘅嘢咧，我哋就要留意住啦，因為好快你就會知道點解頌缽傳到全世界都會認識喎。